巷战乃招。深圳山度有一两年，佢嘅批工商猎狗专门请到山神刘本人嘅老藏书。两年，該當險其好腦頂，曾經殺批好條路，民婦啊，扶手腦了為難佢，他啲同未來促上佢，也係中老人生一件件年輪嘅輪迴。之後呀，拉嘢冇嘢神靈來保佑，腦了員工轉身來聽書，佢哋要從頭劈布頭，劈下書頭，用速嘅開出條路，拿炮刀搶神站台。腳腦之腦行到下台。大批的木材堆放在空地上，80多岁的炼钢厂第2代老板吴腾金和第3代老板吴志增父子俩拿起柴刀劈下木片，光有闻的就能辨别樟木品种。这个是方樟，因为方樟的味道怎么讲，它比较不讨喜啦。所以大家称呼它是臭樟。这个是香樟，香樟就是它比较清凉的感觉，比较清新的感觉，所以它叫香樟。臭樟的话，它有一点苦味，好像有一点那个叶子的味道。像齁皮塞般，看似不可思议。但这对吴家来说却是习以为常，因为早在阿公那个年代，提炼樟脑就是特许事业，有办法靠着鼻子辨别樟树品种，就能够拿到这样一块小小的木牌。日据时代有这个嘛哈？你会在那个分辨那个7种木头，再就发一个，这就等于我们监理站发的驾照一样，他发一个证照给你，脑钉，你可以从事这个行业。就叫脑钉，好像5个脑钉就是1个脑掌。脑掌的话，1个礼拜多配给1两的猪肉，哇，或是怎么样的。所以有这个也不用去南洋当。如果有这个证照，早年不用16岁会调去南洋当军夫，有这个证照就不用去南洋当军夫。小小的一块脑钉，在日治时期形同免死金牌。当时樟脑是台湾重要的外销产品，樟脑提炼之后可以用来制作无烟火药、胶卷、药品等，是非常具有价值的经济产物。不过樟树品种不同，经济价值也不同，要是不能分辨清楚，损失可就大了。像樟木它会结脑，就是结那个樟脑的结节，方樟它就不结节。2种哈，因为早年这个香樟木哈，樟脑的用途比较大，而且价格比较好，所以方樟跟臭樟的话不能混在一起。混在一起，如果香樟我们在做的时候混到一只这个哈。就那个刚刚1000斤里面混到一只这个，它里面那个樟脑都化掉，樟脑化掉，我们1公斤1、2千块就没有了。经不起一点错误，难怪判断樟树种类这个工作这么重要。也因此，第2代老板吴腾金尽管多年前中风，却依然每天穿梭在炼樟厂里，为提炼樟脑把关第一道关卡。而樟木分别被做上记号之后，又是一连串繁复的过程。货车将分门别类的樟木运到工厂，
得靠人力一段一段地把木头削成碎木片。塑胶桶里装满碎木片后，倒进前方的蒸汽锅炉里。只是锅炉看起来好像永远都装不满。同样的过程得要不断地反复，还得依赖人力一次又一次的踩踏。这个樟木哈，我们打好木片，我们大概要放20笼左右，20笼大概1500斤，1吨多了。换算起来哈，大概10公斤啦，一口做起来的油是10公斤。为什么要这样踩啊？因为这样踩哈，每一片那个木屑、樟木屑才会蒸得到。就是我们萃取精油会缩短时间。原来你如果不踩的话，要做12个小时。我们有踩过，大概缩短5到6个小时。一个早上要这样子踩，上下多少次？这样上下再一下，高噪音又高温的环境，跳上跳下，不一会儿就气喘吁吁。尽管已经是身为企业的执行长，吴志增面对制程还是亲力亲为，不改初衷，因为他太清楚提炼樟脑是多么不容易。一滴滴樟脑油都万分珍贵。刚刚那个蒸汽，我们就引到这边，引到这边以后，经过这个槽，哎，看一下，这个是我们收集油水分离器，把水的比重比较重哈，它往这边跑，油比重比较轻，我们就把它往这边收集。这个叫油水分离器。今天我们做大概，刚刚那个是1500斤，就是这些。忙了一整个上午，辛勤堆砌之后，用蒸汽蒸馏，油水分离，才能得到这纯净的樟脑油。这过程多辛苦多繁复，可想而知。但工作到这里可还没结束。锅炉门一打开，高达100-200度的蒸汽迎面而来，这是蒸馏完毕的樟木木片。我们小时候书包放掉就是做这个。吴志增回忆自己小时候，家里的炼樟厂在1937年创立。那时候生意极好，人手不够，他和哥哥放学回家没得休息，就得到厂里负责从锅炉中爬出木片。讲起这件苦差事，对当时还是小学生的吴志增来说，还真是恨得牙痒痒。但这也见证了那个年代樟脑业是如何繁荣兴盛。那时候几乎这边的工厂是没有在休息，大概是24小时在赶工，就做那个樟脑油外销。因为贸易商都等着他要拉货柜拉出去国外，因为那时候价钱很好嘛，大概1桶都8万10万。那时候几乎来的我们收的那个木材供不应求，所以爸爸会出去外面收木材。里面就是24小时在做，几乎我1个礼拜要看到爸爸的一面都很少。大概我们下课回来4点多，大概就要出炊的时候，把那个木片拔出来。我们的工作是把那个木片拔出来，因为那个温度100-200度啊，很辛苦啊。早年我们小时候说，哎呦，我也不做这个，大家说我也不做这个。吴志增回忆，在全盛时期，不止他们家，在苗栗桐庐的樟树村，同时期有10多家炼樟厂，繁盛一时。无奈好景不长，70年代石化工业兴起，耗时费工、高成本的天然樟脑逐渐被取代。
少了外销订单，加上中国东南亚的化学樟脑倾销台湾，让樟脑油严重滞销。附近的炼樟厂一家接着一家倒闭。原来一桶卖过8万10万，你要扣掉木材的成本啊，我们做大概1%的左右，1%的左右的油啊，10吨的油大概是做不到100公斤嘛。所以一桶，比如说那当初10万，它一直像股票一样一跌到没人要的时候，就是大概跌到一桶剩下，最后跌到不到2万。我爸说，这个成本工资都不够，怎么卖？老人家是想说，这个是他的心血。那时候堆到那50家人说堆2层，堆了400多桶。后来我爸爸就提议说，要不然就载个家里的50家人载5桶去。他第一个，要不然去东市石冈那个方向，或是那个草屯南投那边农民比较多，因为这个那时候就发觉这个，农业试验组也在这里做这些研究，说樟脑油可以做无毒的农药，就是说水果不一定要喷洒农药，他用樟脑油去稀释以后喷洒在农药，也一样有防治虫害的效果。从小立志不接家业的吴志增，当时已经在外面工作了4年，不忍心看到阿公留下炼樟厂关门，就此走入历史。1993年，他硬着头皮带着樟脑油走访中部地区的农家，试着推广用樟脑油取代农药。他尝试把樟脑油分装成小瓶，以零售方式卖给一般人家，用来驱蚊防虫。为了方便服务当地农民，他在台中石冈买地设厂，没有方向，没有头绪，只能死马当活马医。卖樟脑油的收入根本不够生活，他就白天卖油，晚上打工。对，我们2夫妻每天像看着天花板，奇怪没有收入，总不能跟老人家伸手说我们钱不够啊，我们去那边创业又贷款又要缴房贷，又要缴利息。我说利息缴不出来怎么办？这样也不是办法。我们夫妻讨论，晚上睡觉都没有看天花板，没有睡觉，那怎么办？没有生意。要不然我们出去兼差，说好就提议。后来我们再出去外面，我们偷偷去外面兼差，就那时候 KTV 很兴盛嘛。我那时候是应该30几岁，30几岁，我跟太太有时候提说，我去当少爷，帮人家端盘子。他说你去当老爷啦，你那么老去，谁要你？牙一咬，吴志增整整2年时间，就过着白天推销樟脑油，晚上到 KTV 兼差的生活。其实讲起来是蛮心酸的。我大概1个礼拜会出来那个特产店那些去补货。我太太会说，你奇怪，我买一个小货车，每个礼拜我会出去巡货去补货。那你生意很好。我说对啊，生意就慢慢做起来。结果我跟你去送货，我说他说，去到店家说，你给我补3瓶。我说。我老婆她傻眼了，3瓶你卖给她？我说当然啦，我们那寄卖，我们当然卖给她。她马上眼泪就掉下来，说：“你做老公做生意那么辛苦。”回首那段时光，笑中带泪。不过当时对吴志增夫妻来说，也因为这样一步一脚印的持续前行，让他们嗅到了不一样的商机。很多客人一直提议的，这个。真的，我要涂很久，我们就有一个想法，把它转换一下，做成大家生活上用得到，每天会就去用它的东西，是不是？每天用得到，
这个东西就会畅销。畅销的时候，我们东西就可以把它行销出去，就把这库存的原料。后来我们第一个想法就把它做成皂，做成樟脑皂，接受度很高。我们那时候刚开始也不是那么顺啦，刚开始做了100-200公斤，卖不出去。是后来客人有人买，可能我们买油，我们送给他，后来他接受度还高，回去洗一洗，洗一两个小时，蚊子又不敢靠近，而且洗得蛮舒服、清凉，而且很舒爽的感觉。后来就刚开始那个樟脑皂，就打出知名度。为了做出高品质的樟脑皂，吴志增特地回学校进修。顾客口耳相传是最好的行销方式。渐渐的，他们不但清了库存，还站稳脚步，将樟脑油带进了一个新的世界。但万万没想到，就在一切看似上了轨道，老天爷却给了吴志增人生当中的第一个磨难。因为生意做算蛮稳的，把招牌做大一点，结果不小心他们电焊就把引燃火灾，我们把整个家当都烧得光光的。那时候真的是烧到全部一无所有。你看我那时候穿一套衣服，因为我有去帮忙救火，烧得全身黑黑。人家我说烧得全身黑黑，我想说去夜市买一套衣服来穿，就是什么都没有了。人家还不卖给我，再说我们全是烧得黑黑的。就是那时候刚好生意也是我们基础打得还蛮不错啦，我们很快又把它重建起来了。那时候遇到这样的事情，当时的想法是什么？我们是讲说，只要人平安，就还有机会。原以为这场火灾已经是吴志增人生中最艰难的关卡，没想到2年后更可怕的考验还在后头。巷战爱找。深圳三度有一两年，佢嘅批工商獵狗專門請到3成6本年嘅老藏書。2年，該當險其好腦頂，曾經撒批好條路，年夫啊！副手腦了為難佢，他啲同咩來戳上佢，也係總腦人生一件年輪嘅輪迴。之後呀，拉嘢冇嘢神靈來保佑，腦了員工轉身來聽書，佢哋要從頭夾布頭，劈下書頭，用速力開出條路，拿跑道搶成3台，腳腦之腦行到下一台。只要活着，只要家人都平安，没有什么困难是无法度过。秉持这样的信念，吴志增很快就带着家人、带着员工重新站起来。只不过重建厂房还不到2年时间，1999年9月21号那个晚上，成为吴志增和太太心头永远的痛。刚开始不知道。以为不是地震，好像做梦一样，起了就天摇地动，就被压在里面了。
和太太先后被救难人员救出。吴志增获救的当下，却只想要亲眼看看自己打造的家园变成什么样，这是何其残忍的一幕。身受重伤的夫妻俩后来被送往台中8栋3医院救治，在身上的伤逐渐好转同时，他们才知道，原来身体的痛远远不及心里的痛。当时12岁女儿和6岁的儿子在地震中与他们天人永隔。大概应该是第4天、第5天了，我才知道了，小孩子不在，所以也不敢告诉太太。因为是我回来，家里人说小孩子的事，因为我真的复健蛮快的，好像不到1个礼拜就会走，就拿着拐杖会走。我就那时候我大哥说小孩子的事，他叫我洗澡一下，带我回去看。回去看小朋友了，结果路上我觉得不对劲了，我就是大概心里就有大概是知道。后来我每天回病房，一回去我就棉被盖着。老婆问我说怎么样，我说没，我也不敢让她知道。我隔了好像半个月吧，忽然有人打电话到我病房，就问我说：“哎，你今天小孩子公祭吗？”我不知道，他这样讲，我才想到那刹那一下。就是刚开始我住单人病房的时候，有学校老师来看我，他那时候就包那白包给我。我那时候心想，我人还活着，干嘛包白包给我？我那时候坦白讲，我不是很高兴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对啊，因为没有人告诉我，我只记得说，我只记得那个，我跟老师讲说，我妈妈说哈，那个小孩子一个断手，一个断脚。老师就受不了，就冲出去哭了。我真的就很笨也都没有想到这个。痛失家园，痛失爱子，让夫妻俩几经崩溃。太太陷入忧郁，想要远离伤心地，但场内员工的支持让吴志增决定重新站起来。大概持续半年到1年，他是说要放弃一些，他什么都不要做。他是说，要不然离开那个伤心的地方。我说你要离开哪里？我说我们在哪里跌倒，在哪里爬起来。因为我第3天好像回现场，我就看到有我那个厂房撒的破瓶啊，什么撒的满地。我那个员工一瓶一瓶捡了再包装出来，还有人来出货。我们我想我那个员工家里也倒，大部分全部都是全倒。我们没有说请他说他要来帮忙，他自动自发就来帮忙收拾残局。员工的举动深深撼动了吴志增的心，或许也是为了逃避太太哀伤的情绪。康复后的他彻底发挥客家人的应景精神，决心投入工作中，想用最快的速度重新站起来。太太也在家人的协助下疗伤止痛。在赈灾4年后，他们又再生下了女儿，之后儿子，还有一对双胞胎。那时候我去，你不要进那个。他那时候给他说明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我看你哈，
你会生6个小孩啊？说哪可能？那时候我就第一个之前地震走那2个，他说哪可能？结果真的现在回想一下，那个人讲的话真准。或许是冥冥中的安排，命运给了吴志增重疾，但也重新给了他希望，再度变得圆满的家，也给了吴志增满满动力。他不断进修研发，将樟脑油运用在更多商品上，并且进一步利用台湾本土植物，开发出更多以植物萃取的天然产品。不止以品牌实力在台湾扎根，更行销海外，成为扬名国际的优质品牌。这个左耳香，你可以摸一下。我们在网络上面，我们叫它为碰碰香。这豆须泡它种植也很好种植，但是它的好处就是本身就可以消炎消肿。所以说呢，你闻一下我们所做的香皂。对，那这个的话就是针对于就是像你的皮肤就是会异位性皮肤炎、冬季干痒症，好，然后就是针对这一些的话，对你的皮肤本身就可以消炎消肿。所以说，因为你是男性啊，男性的话头发比较短，它基本上的话你可以从头到脚一照搞定。樟脑油就喷到皮肤上，一般你那种化学的你不能喷到皮肤上，它这个可以喷到皮肤上，皮肤上一喷，然后我们一擦，对不对？然后蚊子就不会叮。啊，你可以那时候就见证蚊子就在你的脚的四周围就是这样一直打转，啊，但是它就没办法过来。基本上的话，这个您看到这个是樟脑沙，那樟脑沙怎么来的？我们在蒸馏樟脑油的过程里面，在油热的时候是看不出来，等到油冷却，沉下来的时候，我们才会看得到这里面的樟脑沙。这个就是跟这个一样，它是完全天然。产品再多样，名气再响亮，不变的是吴志增夫妻遵循古法的天然和造福人群的心意。因为刚开始我们是卖那个，就是我刚刚跟你提那个分装的樟脑油啊。后来我们不是开发那个香皂嘛，香皂也很畅销。畅销以后，客人会自动跟你说，你会做一个洗发精或者做一个沐浴的。后来我们想说，干脆要做是把它做一个系列。后来做一个系列以后再增加成系列，慢慢一直增加产品还为了这个特别去进大学进修。对，我们平常都会再去那个最近我们也去弘光在进修，研究班。他觉得说没有赚钱也要做，他说爸爸留下的饭碗把他们家6个小孩养大，他说就算没有赚钱也是要做，就是很坚持。因为我公公说，做事业也是一样，就是做出好的产品，就算是没有赚钱，也是要做啦，因为有的东西是真的是有利众生的事情。对，天然的东西嘛。不只让自家品牌走出去，吴志增还与当地小农合作，借由自家品牌的影响力，帮苗栗的客家产物打响名号，更规划了参观导览动线，让游客深度了解客家祖先提炼樟脑油的智慧。这个是日据时代留下来那个桶子，早年这个桶子是到处背着走，就是这边这个山头有樟树，他就把这个山头的樟木做完油以后运下来，因为早年运输不方便嘛，你看木材那么大棵，要运下来不方便，所以就就地取材，做一个土窑，下面放一个锅子，这样直接烧。刚刚那边做的油水分离以后，它排出来的纯露，我们把它引过来给客人泡脚一些风湿啊，还有它出香港脚啊，效果很好。运用巧思与创意，让游客更亲近樟脑，也明白遵循古法、谨守天然的可贵。而回忆自己经历的人生起伏，
吴志增深深感受到自己的命运，其实跟樟脑产业的起落有着难以切割的连结。就像我们做每一件事情，没办法很顺利去做，就像做樟脑一样，它也有高低潮，有它的那个循环期，它滞销的时候你怎么办？啊，你要给它新的生命，你再去创造一个新的路程给他走。也谢谢老婆一路陪我度过多灾多难。紧紧握着老婆的手，与失而复得的宝贝孩子并肩一起走，这一路的风风雨雨，如今归于平静。对吴志增而言，樟脑不只是养活一家3代的经济来源，更重要的是，樟脑的气味就是家的味道。